有请好，欢迎收看下诸位客家新新闻，我是纪丽丽。昨天呢，就公布为我国的海军有3名确诊，也名喺国内头一摆有官兵确诊。故此呢，早晨也继续针对病人来做全面的扫讨。另外，立法院要求讲国防部韩国海军司令部下个礼拜3要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接下来，近边要用哪条新增加确诊，接来看。欢迎继续来看到哦，亚哈呢指挥中心等等就要来开记者会嘅，只要了解认识根本也会公布哪一条呢？只要了解呢，根本亚哈嘅新闻稿其实已经出来嘅，不过按真实嘅数目是还爱等到指挥官继续来确认，正式来公布。不过亚哈呢就亚嘅指挥中心公布为亚嘅新闻稿，表示讲国内亚哈累计有亚嘅400人嘅。故所面试全台湾的累计病例，亚下到初本日呢是398例，本单呢亚礼拜连带有200，韩国呢加起来，上个礼拜呢就有3日是无确诊病例，故所大家知道讲亚下台湾的疫情有下控制下来嘅。不过，就到初本日呢，一个指挥官公布为3名确诊病例，也就能看到为也是讨海军的屯木监吹风，有2个是实习生，另外还有1个是也个丧尸的官兵，总共有33人。今日就是对2月20日去到一个屯木监吹风，去到劈掉来做一个长场延长的海军训练，沙漠上岛呢就确诊的。故所各界就开始质疑国防部有冇查找到详细的内容咯？今边呢就爱夹来公布一下清醒的确诊数目时，带详情夹来看。好，我们各位媒体好朋友们，大家午安。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那我们今天的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还是由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我们陈副指挥官也同时在我们的记者会场。那在右手侧是我们专家咨询小组的张尚存张教授，也是我们的召集人。那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国防部军政部的军政的副部长张副部长。那在张副部长左侧是我们海军梅副司令。那在我右手侧的是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振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进展。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那我们今天要宣布，我们就新增的就昨天我们有宣布，我们的东木舰队里面有3例确诊那今天我们经过昨晚彻夜的这样的一个采检跟的检验，那全部都采检完毕那有新增的21例21例那全部都是在我们的磐石舰上面那目前来讲其他2舰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然后另外有1例境外移入。那有关于昨天我在这样的一个陈述在记者会的陈述，因为我们开始把它都直接写是一个境外，那我们现在决定整个的案情还没有清楚之前这我们不分它境内境外，我们直接就以敦睦舰队这样起一案整个案情持续来调查跟监控。所以我昨天这样的讲的，所以在媒体会根据我讲的就好像是说整体我们已经认定是在帛琉所感染。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澄清，可能在昨天没有把它话讲清楚，但是我要把它再讲清楚，就确定的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态度我们认为这个案子还需要调查，所以我们特别今天开始讲，我们不讲境内境外，我们讲敦睦舰队，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些这个案子的一个来龙去脉，特别这样的一个澄清。然后另外一个案例大概就是整个的大概是19男2女这是21例，所以敦睦舰队现在连昨天3例，总共是24例24例。那这里面总共744人那我们再分作7个地方的检疫所那有一部分有9人，每舰各9人在留守，那我们也全部都采检完毕。那昨天晚上我们也发了第一波的一些关怀的简讯，然后我们今天对于相关的接触者也要发第2波的一个简讯。
那至于就是说相关有人觉得说有相关的接触或者相关的一些情境，也要跟我们这1922来做呈报。那总是我们这个尽量能够在第二条这样的次波的传染，能够把它建立起一个好的防线。那大家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因为这案子牵涉到人比较多，相关的足迹也会比较多。那我们大概会针对这些相关的接触或这几天的一个足迹，我们会做几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但一方面我们对于相关可以掌握到的，我们的简讯会来发请他提醒他们要特别注意还相关要注意的事项。然后第二个，我们会对这些相关的这些确诊者他在一个特别的一个足迹停留的时间超过一定的时间的，我们会公布他的地点。然后第三个，我们会把详细的足迹交给地方政府，那请他们在地方上面做相关的清消跟必要的疫调，以这样的3个方向来做进行。那以上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另外一案案400是一个108年4月21日前往美国就学，那109年4月10日发病，17日抵台湾，机场采检。那总共我们到今天为止列着这个敦睦舰队的这样的案例，我们总共有420人确诊，那189人解隔离。那在口罩的到现在可以付到明天，那现在付款成功177.2万人，还没有付款的有90万人，那也请尽速的付款。那因为这次的敦睦舰队牵涉到的人比较多，疫情范围也比较大。那我首先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医院里面采检的人员，那还有我们的检验的人员昨晚大家彻夜都没有睡。所以这样700多件的检体也在一夜之间都完成，那大家都非常的辛苦。第二个也要请国防部能够全力来配合我们未来疫情指挥中心的调查。那我也跟总统也报告那总统对于本疫情中心对于相关疫情的调查，也请我们积极的办理，那他也会完全的支持我们任何的一个疫情调查跟疫情指挥的一个相关的作为。好，那以上跟大家做这样的报告，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想请问，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想请问一下国防部，这个敦睦舰队昨天问发言人等等人，它是一个历年的计划。那昨天有问说，你们是问外交部说帛琉没有确诊病例，所以前往帛琉，但我们知道疫情最了解疫情的应该是疫情指挥中心吧？请问你们有没有询问疫情指挥中心的意见？当时全国都没有办法出境的状况下，为什么你们没有问指挥中心相关的意见？那指挥中心，那第二个想请问指挥中心，国防部这个敦睦舰队的计划，到底你们有没有掌握有相关部会的大型聚会活动？而且这个是要出境的，为什么你们之前都没有给任何的提醒？那到底横向的联系，指挥中心、国防部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们如果假设你们有知道了，我指挥中心有没有给敦睦舰队相关的防疫物资？他们说他们有戴口罩嘛，可是看起来昨天的照片是都没有嘛。那当他们去的相关的物资啊等等，你们有没有给？这个前提是想说你们有掌握啦。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在《青年日报》军文社，我在4月15号就有报道说，敦睦舰队回来很棒，没有疫情等等。那《青年日报》刚刚我看了一下，把那篇报道删掉，可是其他的媒体都要看得到。那13号就有病例就传出啦，就有人就是第一例的那个头痛的那个人就说他有回报，他有头痛了，当时就发病了。那为什么在4月15号的时候还会有说没有疫情，没有任何的疫情的这篇军文社的报道出现呢？可不可以针对这3个问题回答？就是第3个是想问说国防部到底有没有隐匿啦哈？
我想昨天您提问的时候，我大概说明了一下，因为整个敦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计划的过程啊。那么至于说当初在决定这个案子的时候，已经考量到在防疫的一个平衡之下，把原本要停留的国家已经去缩短啊，然后也把这个整个航程的时间也做了一个缩短，所以这个都是经过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的过程。那第二个有关于这个有没有隐匿的问题哦？我想昨天我回答了很多媒体的提问。那么在396的这个个案，我们在了解过程当中，他所向船上所提出来的是头痛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航程的颠簸，其实这样的情形并不算少见。所以当医官他判定了他是属于一般性头痛的时候，也只能尊重他的这个医疗专业。其他的个案397、398，那么我们了解都没有这个向医官提出这个医疗的一个需求，也没有反映他身体的一个状况。以上是我的一个说明。并没有。指挥中心这边只有国防部在这个要回程的时候，那原本是这个有询问的这个我们对远洋渔船跟国际邮轮的一些相关规定，那我们跟他提醒，在这30天就没有停靠，在30天中间没有停靠任何一个港口，也没有跟其他的船只在公海上有任何的接触，就完整的30天。那如果在这个船上都有做好健康的监测，都没有任何症状的底下，那才可以这个采取30天之后可以入境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这也是我们对于所有的船只的一个指引。我们并不国防部刚刚有说明的哈。这个我来再补充一下，不要大家带着疑惑看这个检讨会因为你刚才特别提出来，他在4月15号说没有问题，他其实是依据他们靠港以后4月9号到4月14号，经过所有按规定的检查以后，确实没有发现到有发烧，按照指挥中心颁布的作业流程含检测的重点，确实是没有问题，会做以上的一些说明。那至于4月13号这件事情其实在昨天已经讲过了。4月13号这位官兵同仁这学生，他是因为他只是单纯的头痛，然后呢到了我们找了医生就诊，医生当初量测他体温是36.6度，同时他只自述头痛，没有其他的症状。那至于这是有关专业的问题或者其他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在昨天也讲过了，就是我们完全就是后续配合指挥中心实施全案的调查，然后会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以上。你好，大一电视想要提问，有关于第1、2波针对接触者所发出的简讯，可以提供有多少人吗？另外就是说，之后会对于这些官兵可能停留的时间，如果比较久的，会发布一些细胞简讯。请问停留时间的基准以及最晚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公布给国人知道？谢谢。对，我刚才讲过，第一个就是说相关的一些警讯，我们发给人。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就针对700个人发出。那今天中午我们会收集相关的一些电话，我们针对这些电话在12点多开始来发送。那应该是有2、3千通吧，大概应该是2、3千。那至于相关的一个的足迹的，那当然我们会请我们的疫调的医师。先去对这样一个停留时间的了解跟状况的了解，那有必要的我们就会公布。
那至于在其他的细节的这样的一个足迹，那我们会交给地方政府，由地方的卫生局来研判，那怎么样去处理相关这些地点的问题。自由时报提问，有2个问题想请教，就是首先军舰在4月15日人员下船前有没有再经过一次检疫的流程，例如量体温或者是询问健康的状况、填写健康声明书的等等。然后再来是第2个问题是说，就是像正在学校，虽然他们有宣布要停课，可是有家长反映说学生还是要回到学校住宿。那这些学生，他有些人是6人一间，那这样的要求是否会可能造成群聚感染的风险？那非接触者是否应该在家中进行自主健康管理14天？还有就是有匡列的接触者，他的隔离寝室的状况如何？是否是1人1间呢？谢谢。在我们的规定里面，并没有说下船要填写健康声明书在军队，那大家军队里面有一套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指引那所做的一些管理的作为那我们相信在军队里面，其实相关的管理作为一般会比民间的相关的管理作为的强度要更高我相信大家也可以了解，在军队是一个有纪律的地方，所以管理的作为会强度相对会高这一点是应该大家要相信的。那至于就是说在家里面隔离比较好，还是回到部队里面去隔离，那当然就像你所说的一般我们讲说在部队这样的一个集中管理应该比较好，但是比较好的前提就是说它相关的区隔有没有做好，所以也请教在我们海军这边，不管回到学校里面的管理的情况是怎么样。海军副司令在此针对刚才媒体朋友所做的一个询问，在此接下来会回答。但是在回答媒体的一个询问之前，那我今天要在此因为我们的109年的敦睦训练支队这一次在任务期间相关的防疫工作并没有做好，而造成了人员感染的一个新冠肺炎的事情。那在此我代表海军要向我们的社会大众致上我们海军的一个歉意。在此也同样的要表达，由于这一次我们参与远航训练的官士兵他们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期程，那现阶段开始进行我们的检疫的工作。那同样的，我们也有我们舰队的参与远训工作的这些家属我们也要同样的表达我们的歉意。后续我们会竭尽最大的努力，照顾我们染疫的官兵，还有关怀家属。在此在接下来我们刚才媒体朋友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帛琉昨天我们有针对说明说戴口罩的或许昨天我本人并没有说明清楚，也在此做一个澄清。因为在媒体朋友提醒之后，我们也回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资料的核对。当时为了因应在帛琉的一个状况，而且在帛琉它并没有确诊的案例，我们当时与管方也做了一个协商，所以我们相关的官士的拜会，还有在从事户外跟他们帛琉当地从事户外的体育还有表演活动的时候，我们支队在那个时间点参与的人员是并没有携带口罩，如同媒体朋友所展示出来的那个图片。那后续相关的我们人员的休假我们是确实都有确遵全程戴口罩的规定这个点做一个澄清。那有关在刚才有提到的相关下船之前是否有检疫，我们在4月14号，也就是完成它的30天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之后，我们有一个联合的一个检疫小组，这个主要是我们那边的左营医院的这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到船上，由他们去做一个我们的一个健康状况，还有体温，
这些的整体的一个评估。那在4月15号，我们也4月15号，其实我们现在国军每个人每天都要量测体温，以确认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甚至其他的一些防疫措施也都有所以在4月15号，事实上并没有如媒体同仁所讲的有做检疫，但是我们相关的这些防护的这些作为都有执行。好，谢谢。报告。那有关政战学校，现在在昨天下午正式宣布开始停课。那因为我们部队或者说我们军事单位它的任务特性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是根据疫情指挥中心它的指引，我们订班了我们国军部队分仓分流分工分时，异地办公，还有营区区隔的一些具体做法。那我们在各个营区，包含学校，我们都有所谓的单独一人一间的营区区隔的一个营舍。那如何来区分呢？就是我们在发现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有单位建制最小化，比如说在学校它是一个教授班，在陆军部队它是一个连，在空军它就是一个分队，让他们就是在分工分设的状况下，当中如果有人有确诊或有疑似案例，我们就按照指引，该那个营区隔离的就在营区隔离，不会让他回去。那其他人员这些就是因为他并不是这个最小的编制单位，所以他是在营区里面做自主管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及时的掌握状况来应处，也便于以后整体的生活情况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管制。好，以上。部长好，东森有3点想跟您请教是，首先是听说这个军舰的官兵到帛琉的期间都没有下船，这个是可以确定的吗？另外4月9号到4月15号回台停靠的这6天，有没有掌握到有人下船，或是有没有其他人上船？最后是想跟您请教昨天确诊的屏东的官兵，听说他在15日回到家1个小时就被召回，如果国防部觉得有疑虑，为什么还要放假？谢谢。你说哪一位？在屏东那一位？你说他什么时候召回？一个回家1个小时召回，是4月15号就召回他，应该没有吧？他可能是回家1小时呢。大概没有，就是昨天我想这个事情在国军里面大家召回，就是我们昨天那时候我们发现了案例之后，然后就马上跟国防部这边来研议要怎么做。那大概有几个方向一个大概就是在家里面先隔离，然后我们再来做采检。那一个是回到部队里面来做隔离。那最后我们大家才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在社会里面也会担忧在社区的一个扩大，所以我们采取集中检疫所的一个隔离，用这样的最高的规格来做。所以我们通知以后，那国军这边就积极的开始做相关的列册联络召回，那到集合点，那统一送到我们的检疫所，那马上做采检采验这样，整个大概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中间也没有上去，我们有看到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好像有包商有上到船上，那当然我们现在也积极再来调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有上船，那一定会列在我们的居家检疫的一个对象里面来。那这些我们都会掌握。那国防部这边或者是海军司令部这边都会跟我们全力的配合，因为大家都清楚，这样的事情透明最要紧，才能够积极把各种的线索都掌握住，我们才把社会这条线能够守得起来。指挥官好，这边是中国时报，想要问一下说，在海军出航前，是不是曾经有2派意见，其中一派是坚持防疫优先，不要出航，但是最后还是不敌坚持出航的意见。那第二题就是想要问说，为了避免造成社区传播，指挥中心这边是不是要立即公布700名官兵的足迹，而不是再交由地方政府？那再来就是，为什么国军昨天才开始每人要每日发放1片口罩？那之前是
没有分配到指挥中心这边的战备口罩的配额吗？这边是国防部没有提出需求，还是指挥中心有点遗漏了？那再来是我们现在要每日发放19片口罩给官兵，那这边会不会排挤到其他产业，例如医院、机场，甚至警消以及我们一般民众的口罩需求？那对以上。因为我们公布的足迹不会根据这700个人去公布了哈，744，好，我们公布是确诊的，好，相关确诊的个案，好，它一个停留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地方，那停留时间非常短，接触时间非常短，好，那既然公布那个徒增恐慌没有意义，那不过因为相关的这些地点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可能地方政府比我们还来得更了解。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资料会提供给地方政府，好啊，当然他们觉得有些地方要公告，那当然就可以把它公告出来。好，那我们这边先就我们所了解停留时间比较长，好这样的一个地点先公告出来，然后第二个才由地方政府，让中央地方都要一起来合作，才能够做出一个处置是最适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在口罩。那跟这个事情是无关哈，那当然是好像是上个礼拜军方就对他们因为训练的需要所以有提出一些相关口罩的需求。好，那就如总理后来讲说，那会不会对其他的有一些排挤的效果？好，所以我们当然会针就整体的，不管是在民生用的、公务配发的、防疫第一线人员、医院要的，整体我们必须要做通盘的考虑，跟我们的生产量。做一个充分的讨论，那才能够做定案。所以经过了1个多礼拜的一个协商，那副院长这边拍板定案，就认为在这里面生产量对于国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应该可以达到他们的需要，所以这样子拍板定案。所以这两个事情是一样的。教皇昨天在讲说口罩，我们当然愿意说发的。越足越好，但是它还是有一定避免浪费跟直接需要那互相排挤这种因素都要互相来考虑。是这边提问，我这边针对口罩的部分，我再做一个补充说明啊。其实这个行政院对于国军在防疫跟战备需求上面的口罩数量，其实一直都非常关心。所以在4月9号，我把这个时间点也跟大家说明啊。在4月9号，是由行政院的副院长陈其迈陈副院长召集了国防部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啊，都们就已经召开会议。会中主要是针对我们所着重的4类的人员，包含了卫少、新兵。以及这个在密闭空间执勤的人员以及医护这4类人员呢，每天1片口罩做出讨论。另外还有是针对一般勤务的官兵，他们是原本是在研讨14天配发10片的口罩，然后在健保卡上面再做注记。那但是因为后来在执行过程里面会针对健保卡注记的这个技术问题会有一些需要再解决的地方，所以在4月9号的会议完毕之后，并没有办法马上就执行。后来就是在第2个阶段，在4月17号，再由陈副院长召集了第2次的会议，那由会议中就决议要这个针对国军在防疫战备的需求上面，拨发每个官兵每天1片的口罩来使用。这个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哦。我在这边也特别在这边补充说明，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整个决策的过程。这个就我所知这个敦睦出航的时候，并没有你说2派意见，因为这个本身是年度例行性的一个计划工作，那只是在这个工作要推迟执行之前，大家有做评估。我们要做哪些防疫作为能够符合指挥中心的一些防疫指导跟要求，所以说他们在行前准备的时候，他们的口罩备了3万多份，足够全舰的官兵每天1片，可以用45天。那其他的防护衣或那个酒精都是一样，
比照这种的需求来准备，说并没有像你所说的两派意见，互相就是说来有争议的情况，给你做个说明。是想先请教指挥中心，就是说我们今天新增舰上官兵有新确诊个案，那他跟先前的确诊的接触者的情况是怎么样？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可能被感染？这是第一题。他们可能是用餐的时候，或者是工作场合，或者同一个分队，这可以叙述一下可能的接触情形。那第二个是说，既然是都集中在磐石军舰上，那么其他2艘成功级或者是拉法叶，是不是它的战备不受到影响，一样可以出勤？在海防上不受影响。那最后要问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期间点都是可能做汉光演习的一个规划，每年这时候都会有台美军事训练团，会有美国的窗口来台湾，会不会因为疫情而让这一件事情有延缓或者是改期？好，以上谢谢。刚才你问的相关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要针对全部的相关的744人做相关的一些疫调，所必须要做的事情，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厘清？第二个就是说，有关于就是说，在这边我们不会允许，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居家检疫嘛，这样居家隔离有一部分那这样居家隔离，那我们是不会放掉，所以一定要14天以后才能够出其他的相关的任务。海军司令部在此说明有关战备的部分，我们在昨天也做了一些的说明。其实我们目前的战备都是正常，并没有受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目前有关我们的染疫的那个官兵，主要都是磐石舰。那另外的岳飞舰跟康定舰，我们一定依照中央的防疫的指导完成这相关的它的一个检疫的工作我们才会再恢复它的一个战备服勤。目前对我们战备都没有影响，谢谢。那有关汉光演习我这边再做个补充说明。我们原定第一阶段的汉光演习是在4月份执行，因为当时那时候在2月、3月，我们看那个疫情不断的升高，所以我们就先前考量跟相关的单位联系，4月份的这个第一阶段演习已经延到9月份。那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其实全国的一个教召后备军人的教召5、6月份都已经停止。那我们实际的实兵演习是规划在7月。那这个后续我们也是会看疫情到最后的状况，我们会再做出一些是继续执行还是延期举行，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些说明和公布。中国时报。不好意思，我想要请教，就这一个军舰的这个群聚案，我们现在研判它的感染源可能是在哪里？现在有进一步的厘清吗？那第二个问题是，部长刚刚称说我们今起将改口不再称境内境外，但是在昨天之前，我们认为它是一起境外。我想知道说我们这样子修改是因为帛琉有向我方抗议吗？或者是为了避免两国的邦交？可不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改口的原因是什么？谢谢。改口原因就把事实讲得更清楚了。那就是因为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厘清，所以我们才会立起一个专案，叫做我们的敦睦舰队的这样的一个专案。那这样免得大家在境内境外本土在上面里面做了很多的争议，那对我们在疫情的控制上面，那这是没有意义的。但怎么样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能够把事情赶快的厘清，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今天这个案400，他是一名20多岁男性，从美国回来，有传出说，今天有一例是搭乘这个长荣的班机回台，那想请问就是这一例吗？另外想请教一下说，他在飞机上目前匡列的人有多少？前后2排有坐人吗？另外想请教一下，昨天3名确诊的个案，他目前的足迹调查状况如何？谢谢。你在称的那个长荣的那个案例，应该是昨天回来的案例，跟这个案例是无关的啦哈。不过长荣那个案例其实是他落地之后，他也诚实的跟我们做相关的这个说明。那我们后续也采取了对他做了一些检疫的作为。那目前他的第一次的采检是阴性。
那至于就昨天3例，那跟今天21例、24例，我们都一起在做相关的一些疫调。那相关的足迹的公布评判的标准，也都后面这21例都是一样的。金周干提问，我想问一下，刚刚在有提到说4月14号的时候，左营医院的人有上传，联合检疫小组有上传去了解健康状况、体温等等。新闻稿上面写到，我们今天19男2女，发病日介于4月14至18日。请问当时上去了解这些人员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是有做比较广泛的询问吗？或者只是看了一下军医那边的记录而已？那想了解，就是说，既然有提到今天新增的21名案例有发病的一些状况，那我想了解其中发病就有一些就轻症或者有一些症状的这个21名的比例是多少？因为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比较了解说，是不是他其实在船上已经有症状？那他们是没有告诉军医，还是我们这个军方这边的资料或掌握的不是够确实？那第二点想请教，因为这些军官这些人员都已经先回到社区了，再被召回，请问他们现在对社区的风险跟影响，可不可以大家评估跟稍微说明一下？谢谢。海军司令部在补充，就是有关4月14号我们的联合联检小组到船上去的时候，其实它最主要是针对我们所做的一个询问病史的记录，还有检视人员量测体温的记录，那也同样的询问舰上的那个医官有关在任务期间相关的一些诊疗的状况，来去做一个最终的一个综合评估。所以说，它并没有针对单一个人来去做一个实质的一个检疫的动作，在此做一个补充。说回去之后，那相对的这次我们的因为都是比较年轻所以相对的症状到目前其实看起来都是哇跳的需要了各种健康看起来当然检验出来有一些有状态。所以这样的状况下以前的这样一些经验在社区里面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这样的一个风险是不是那么的高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因为数目很大所以你问我们紧张不紧张，那我们很紧张所以我们需要就很快速的，为什么我们要变样没刚把这事情赶快做，赶快能够做相关的疫调，完全就为了想把这第2条线赶快把它守下来，因为数目大，那相对的可能性就变高了所以个别的风险我认为相对比起以前是低，但集体的风险那就不一定了。指挥官好，华视提问，想要请教，就是说现在有700名的官兵，他们是集中检疫的，在目前检疫所的收容量一直都是1000多人，但20、21号返台的类包机也有400多人回来，那检疫所的这个场地是够的吗？或是有没有可能会预备其他的场地呢？谢谢。目前是会够的那经过我们这个检疫所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王执行长很仔细的调配。在明天后天武汉的类包机回来，我们一样可以支撑得起。那还有其他的量能在，不过检疫所的同仁就会非常的辛苦，因为这样的一个进出也造成一个负担也很大。年代一电视这边想要提问，就是最早在那个舰队上被确诊的3名，案例396，他在船上有通报咳嗽头痛，那当时是说不是武汉肺炎，那案例397没有通报，那398有通报吗？3个人都有嗅觉异常，那这是患上武汉肺炎其中一个病症，是官兵没有跟医官讲清楚，还是医官知道官兵有这样的状况却没有回报上去？谢谢。我想一律的我们这边来回答相关的问题了那基本上我还是要牵涉到这整个医疗或者医疗的诊断
事实上是有它的一个一定的局限性。那尤其是在均线上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关乎我们在医疗人员的相关的训练跟他的判断，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尊重专业的判断，那否则整个社会完全没有办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控制。这我们必须要来先声明这个东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对于相关的疫情，或是从大概很早2-3个月前，大家都常常在问说什么叫隐瞒，什么不叫隐瞒？我也跟大家一再的讲，就是说有一些的状态，事实上在问下来之后，每一个人的自觉的症状跟感觉，是不同的，那陈述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这东西只要愿意讲就是对的，那不要再来说什么隐瞒不隐瞒这事情，那只会让疫情的调查变得困难。台湾现在的疫情我们能够控制住，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任，靠的是社会大众对我们控制疫情的信任，靠着这些可能的被传染者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是建立在这样的信任里面，大家坦诚以告，当然有一些例外，但是大部分的案例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让我们的医疗人员能够很快的在第一线里面厘清可能的来源，及时框住，这很重要。大家好像看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2-3个月来社会所建立的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如果任何比较多的人来隐瞒，就造成整个的疫情的一个混乱，然后在社会里面埋下很多可能的未爆弹，这是我们最担忧的。所以大家不要从隐瞒，就是说可能陈述上面可能会让人家有误解，或是没有办法陈述的很清楚，或者在专业上的判断认为不是。那这些我们都要予以尊重。那当然最后的一个调查这还是会有一个所谓的专业判断的一个共识，我们就上面来做相关的厘清。不好意思，中天提问。那个像我们这一次21人确诊，请问他们都是有症状的吗？还是有些是无症状？那么呢，接下来他们的接触者大概匡列的人数是多少？那今天新增的这21名确诊的这些官兵和昨天确诊的3人的关系是同住的吗？还是他们有在同一个工作场域？那么另外想知道的话，这个部分它有可能是在琉球感染吗？就有可能是超过1个月这样子的潜伏。另外一个问题想要问的是说，这个靠港的军舰，因为有专家指出说上下船的期间可能也是有感染风险。那么我们军方这边是有落实这些军人都确实是靠港的时候都没下船的吗？以上，谢谢。靠港有下船，这已经讲很多次了有做军乐的表演，有交流、敦睦、拜会，有下船，当然到了呢有下船，这是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风险无处不在了那大家处处要小心。那至于在这里面它比较好，就是大概整个第一个本来3条军舰那现在我们也大概框定在1条的磐石线上面，属于比较高的风险。然后另外呢，大概我们也看到有3个船舱相对的风险会比较高。那当然其他的还会有那我们昨天的3+3昨天中午报告呢3例，还有昨天晚上到昨天晚上最后的3例，那都属于有症状的，所以那直接送到医院里面去。那至于后来的，今天早上跟大家报告再加这18例，总共今天是21例嘛这18例基本上他是没有什么症状，或者在上车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但大部分都没有，所以那些是属于没有症状，送到检疫所，那我们采检那发现这18例那前面的3+3那是属于是有症状的。焦点事件，想请问一下，因为今天的21例的发病日都介于4月14日到4月18日之间。那昨天的3例里面，最早发病的397是描述在4月初开始出现上呼吸道等等症状，就是说，如果讯息是这样子的话，是该怎么理解？就是说，他们从3月15号离开绵牛之后，然后
经过了2个礼拜的潜伏期之后，397发病，然后再传染给这21个人，再经过2个礼拜之后发病嘛？就是说这个发病日看起来蛮特别的啦，就是说怎么会这么集中在14号到18号之间？那另外想要请问说，目前对于船舶的防疫的管控有一套比较特殊的模式，刚刚副指挥官也有稍微介绍了，就是说30日内如果没有停泊外泊港口、没有海上接触、没有症状的话，那这30天会当作是一个观察期。那不过看起来这次在军舰上面，这一套措施是不是它在理想上跟在现实上有无法落实的地方？不知道指挥中心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在海上停留30天没有外界的接触，这是已经做到的事情，而事实上这时间也拉到很长了，等于是用2个潜伏期，这样来做观察，其实是够的了哈。所以大家会讲说，那以后要不要放个这50天，还是叫他们都不要下来？事实上不可能这样做嘛，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局限性。那2个潜伏期的这样的一个长度，我们认为是充分是够的。我们不敢讲说完全没有例外，也有可能，但是这个是在社会里面实情里面，在科学上面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时程。然后第二个就相关的一些报告或相关的，这是我在前几天前就不断的在担忧，而且不断的在提醒社会的一件事情。当社会对于相关的确诊者或相关的疑似者，猎巫的情况越厉害的话，那相关的事实的呈现就会越少，那对我们疫情的调查跟疫情的控制就会造成阻碍。所以在这里面我已经呼吁过很多次了，大家都要站在一个同理心，不要造成是一个对立面。我们疫情到现在非常成功，因为我们都有同理心，我们有高度的一个素质跟素养。所以我们成功到现在，但是一旦社会的氛围转了，变成一个对立面，我们一旦没有办法把疫调做得很清楚，那疫情就难以控制。这是要特别拜托社会的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放言想针对刚刚的问题做补充提问，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停留30天是够的，但是我们下来目前是只有做自主健康管理，那会不会未来就是离船后会有考虑要做居家检疫这样？目前我们还要做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船舶的管理的一个检讨，我们就现在也是需要再来厘清里面的一些情况。如果把这个状况我们要把疫调做清楚，也为了厘清这情况，那管理的方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的精进的作为或改善的地方？这也是在我们在厘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也一再的就是说，大家看到说我们在做一些调查，从前端调查到后端的作为，其实都影响到我们整体一些相关规矩的订定。因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展现之后，跟我们的专家的讨论，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合理有效的一个管控的方式，这是我们现在正要做的。不好意思，客家电视提问，想要请问指挥官，就是因为有接获到西班牙的台侨反映说，近期政府送口罩到欧美国家协助防疫的同时，希望也能够就是想到长期支持台湾政府的台侨，因为在数量上面还是有不够的，所以希望政府可以给一些照顾。那不知道指挥中心后续是不是会有相关的规划？那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副总统陈建仁他日前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有提到说，因为疫苗在1年或1年半才会上，就是可能才会有，所以在这之前都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那是不是就是表示国人还是要维持这个社交距离1年到1年半的时间？想要问问看指挥中心的看法，谢谢。我想各地的侨胞都有所反映。那当然我们一般在员外的时候，那当然我们自己的侨民也需要照顾。那不过因为我们在国外所布建的相关，不管是我们的外馆或者我们相关的侨委会的相关的布点，相对的不足，所以我们现在也跟侨委会讲，就是说他好好的去统计，
根据有需要的，我们对有需要能够联络到的，我们愿意及时救助，这没有问题。那对于副总来讲的，我想专家学者大家都对于疫苗，大家都抱着一个非常期待。我们讲说真的要来解决，一个是疫苗嘛，一个是药物嘛。如果生了病那有药医那然后又有疫苗避免能够生病，那当然这个就整个在控制之内。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当然要随时维持我们高度的警觉。只是根据我们要做疫调这个疫情的情况。那了解我们社区传播或社区感染的样态或群聚的样态，那适时的做相关的规范的一些改变，让大家生活能够更正常。但是要完全的正常，那恐怕有几个那前提的一些条件能够达成的话，才能够做得到。不好意思，问题就是说，敦睦舰队有一个形式，就是立国都有，就是当地人可能会登舰上传登舰访，就是看登舰这样。我们这次有没有帛琉当地的人登舰探访，或者是这一类的活动这样？那刚刚那个指挥官特别有提到检疫所的量能，所以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说出一个明确的数字，是我们现在检疫所的总数量是多少？入住了多少？那现在几成是满的？如果再加上武汉包机的话，我们会有多少的使用量跟成数？那又有多少会剩下来？然后我刚刚算了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一次的事件从今天来算14天之后，刚好是5·1劳动节，那这么多的人已经被列为可能风险。会不会在5·1是不是5·1劳动节，它会不会是一个可能的另外一个引爆点，或者说我们安全期之内可能需要大家多配合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是需要指挥中心这边来预估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会有什么措施这样？检疫所我知道我们大概准备大概是2100嘛那这一次我们在检疫所总共应该是入住了600，应该不到，应该是610人。那明后天的武汉应该一个是230左右，大概460-70人。所以我们现在然后我们在一般是没有办法控制，每天来来去去，就是我们机场里面有症状的在采检后到我们的检疫所来，那还有一些外劳。前段时间我记得外劳大概做了70几个，现在在数目上我们有一些往下减。所以在这里面大概这样这样一下来，我们大概很快就要满了不过我们还是就是说非常的精密的计算，那在最有效的一个场域里面，那容纳尽量相同类的，我们把它容纳在同一个区域，那这样的一个互相交叉的可能性会减到最低。不过在目前来讲，我们现在都还够。不过我们还是积极的在布建中。那至于详细的数目，我可以请那个王执行长再提供给你们，没有问题。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最后2位？好吧。海军针对媒体朋友所提出来的，我们在帛琉的时候，我们没有开放参观，这个我们在此再次的说明。而且您大概也很清楚，我们在敦睦活动，甚至我们在国内各港口开放参观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舰艇上面有所谓的茶会，或者说是办理宴会。我们这一次使馆也非常重视这个防疫的工作。我们这2个为了促进与当地的一个互动，还是在我们在当地的那个饭店所召开的。所以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开放参观的一个活动。报告。中央社提问，想要跟指挥官请教一下，我们敦睦舰队744人当中，现在有724人是一采阴嘛？那请教一下，这些人会需要3采阴才解除隔离吗？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刚才指挥官说，疫调做的越清楚的话，疫情是比较容易控制嘛？那相反的，如果你疫调不清楚，可能疫情有
失控的可能。那目前我们这个舰队的疫调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瓶颈？因为我们外界对于军队风气的理解是一般是比较权威式的集中管理，那会不会担心可能会有诚实疫调的困难？我们会担心有诚实疫调的困难。那但是国防部这边也会跟我们充分的配合。那其实我比较担心社会的压力，那反会让他们就是诚实以告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来。这是我所担忧的。然后由于这个案件里面，事实上我觉得在整个怎么样适当的发掘真相，跟大家诚实以对，然后减轻压力，能够对未来整个管理上面能够有所精进，反而是我们现在社会应该要有的一个共识。虽然它困难，可是我相信以我们的智慧按台湾人的智慧应该是有法度较对了好，亚哈呢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进行到差唔多嘅，應日日客家千新聞為鄉親朋友來整理下，今邊日嘅國內嘅確診病例真實超過為400例嘅，今邊呢清醒嘅數目是就係420嘅累積確診病例，韓國呢今邊新增加就有22嘅，其中有1例係對境外落來，也就係呢幾3年佢係去到美國來讀書，過後轉到台灣發現確診，另外今邊公布嘅就有21例全部都係海員，對冇感吹，也嘅銀行自吹蛋糕嘅亞種病例，估數一下呢套海員逼出嚟全市感染，各界都開始證明講海員係個國防部係唔係有暗砍嘅情形呢？今邊呢，也嘅指揮中心嘅表示講，也接下來會針對一條攞去查清楚，韓國呢也所有船監控嘅官兵阿邊個總共就有703人案到，估數接下來就會偷押嘅人來採檢，韓國呢都基本嘅籌備幾年按嚟來採檢過後，前面係攞嘅結果公佈出來，估數船監控總共籌備有3例，韓國今邊有21例，總共就有24例嘅。發生嘅全市感染，今邊嘅海員嘅相關人士，嚟到現場同大家沙飛台中來飛實地。另外呢，因為一下拖船監控有按到嘅實習生，韓國員官呢就採到嘅，嗰種嘅海員咪來代表一個國防部來同採到一片嘅官兵家屬來飛實地。接下來呢，指揮中心嘅表示講，會公布亞條阿邊個，亞條下船嘅過後實施到哪？估數呢，接下來還會用發布簡訊、打電話嘅方式，天天呢去掃出亞條資訊，公布本沙飛台中來地。韓國呢，各界來針對講國防部係唔係有暗砍嘅事情，比如講呢，媒體當個就可能到一種一個相片咯，當個就係有多年冇帶咗嘅咩？因為有按呢個情形，同樣嘅國防部海員，後邊嘅韓國警備也說明嘅情形都有漲呢，因為按呢。加上呢海員方面係表示講，因為呢先前喺霹靂嘅時節，公司都冇發生案例，故所參加拜會冇超戶外發通，去參加嘅人都冇帶罪咩。唔過前面過後，韓國一直都壓下所有嘅國軍單位、所有嘅官兵阿邊個，兩位時節全部愛帶罪咩。韓國壓下係實際來進行特別量體本，希望愛查作好，接下來會針對一條繼續來查詳細。指揮中心呢，指揮官陳時中甲下面再過來表示講，佢一下有兩個本地色彩當社會部分，所以因為一下又見到確診，還愛繼續來查清楚。佢因為講係講沙飛台中對亞條確診病例，係講係用一種對立面，冇去接觸亞條發揮同理心，強怕殺下來還會有韓卡到暗砍，冇交代清楚，一個一條就冇辦法好好來了解清清楚楚交代。故數佢呼籲大家對亞種確診者要有同理心。另外呢，佢強怕講一個沙飛壓力會造成有啲人唔敢了解講清楚，佢呼籲大家要針對亞條情形要有同理心。接下來嘅一條將唔會很困難，因為沙飛台中一下呢風險，大家愛知風險一哪都有，大家會很強心到位。一下呢指揮中心嘅記者會係呢個進行，你繼續來看。但是我们
在 WHO 好像是那个台湾的字眼已经被消失蛮久的啦，然后防疫上也收不到跟台湾有关的讯息。对于世卫政治的操作有什么样子的看法？那这是否代表是多国力挺台湾加入 WHO 观察员，让他们感到压力？未来是否会增加参与难度？谢谢。我有答复过了哈，那相关的一个舱，我知道现在就至少有3个舱哈是有相关的，那尤其昨天哈有一位的哈，他相关的舱的里面人是比较多，好，所以这里面相关的疫调我们会持续的进行，是不是同舱、同桌、同游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方向。那至于在 WHA， 当然它很多的这些作为，我们持续在予以观察了哈。不过我想这段时间里面，当然重要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防疫。好，在世界上一个相关防疫的作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取得比较多的一个相关先进国家的一些联系。好，所以我们对于 WHO 的态度，我们就WHO 的态度，我们就持续观察。好，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那个指挥中心今边嘅记者会总算可以按旧时间按场总算结束嘅。家下呢，头一嘅记者询问嘅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客家电视台嘅记者问到过副总统陈建仁佢先前接触一个英国嘅媒体，明日天星报访问家下，佢主要表示嘅内容系针对一摆防疫来作为详细说明。一个总统府呢，今边就同一条内容公布出来，每大乡亲朋友向下嚟关心。佢讲嘅1年到1年半一段时间，以防啥，也就是疫苗就会出来嘅。估到到一段时间当中，因为记得一个时间点，也就是疫苗出来嘅期间，喺讲出来嘅。也佢一直到一段时间当中，大家还系要记得随时要保持社交距离，唔好要讲所有嘅活动呢，唔是全部停下来。唔过呢，大家要注意到，离开演台位保持社交距离，係講要超過一般嘅民眾呢，做嚟減少50%生活當中嘅社交接觸，安尼大家還係做得嚟個一般正常嘅生活。鼓勵呼籲大家呢，到預防針疫苗出來以前，大家還係防疫做唔得太太。今邊嘅客家新新聞就為大家進行到一片呢，天光9點半，請鄉親繼續來收聽新新聞嘅看報紙時間，再會。